咱先安静咱的心，来准备今仔日的礼拜。大家平安，只是安静咱的心，将手机仔关机，进入今早起的礼拜。所有求救上主的人，伊甲因亲近，伊亲近诚实求救伊的人，敬畏伊的人，伊会互因的誓愿实现，搁会听因的求救，来拯救因。即时，咱做伙来吟诗乌鲁，圣诗第281首，圣诗第281首，上帝即是临在。上帝即是临在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至灵敏的爸，阮伫你的面前生日搁告别，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。阮时常犯过失，搁得罪你。独独你知阮的犯罪，离开你的路，浪费你的恩赐，袂记你的疼。主啊，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，阮要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事。阮求你带念你的囝，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的罪。求你教示阮知影家己的歹，求你洗清阮稳捌的过失。至圣搁疼痛的爸啊，求你互你的恩惠入伫阮的心，互阮会行伫你的光明中。伫耶稣基督救赎阮至仁慈的天父，你有怜悯慈悲，无快快受气，也无久长的责备。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疼内面，接纳遐个悔改的心。求你用你的圣神引带阮，互阮会通行伫伊的路。求圣灵光照，使正兄这智慧的心、聪明的灵，明白今仔日的讲道，也使吕少伦老师稳定，互伊所分享的信息，诚做正兄这的帮赞。求圣神帮赞，互阮伫救主耶稣基督的稳定。即时，阮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啊。
的天，在的天，将来也永远的天。我叫我听，阿门，阿门。即时，咱来启应。启应文第33篇，启应文第33篇，也就是诗篇第139篇。我来启，请兄姐来应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万我，我的一举一动，你拢知。这声对真远，你嘛会看出我的心思。我行路，我休困，你拢在看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上主啊，我也袂开喙。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。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。你亲手保护我。你的财目遐尼奇妙，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去倒位，我才会当倒瞥你。行到倒位，我才会当闪向你。我若爬上天，你伫遐；我我若落阴间，你嘛伫遐。我若飞到日出这边，也是去到日落迄边。就若伫遐，你的手嘛会引带我。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。我若求黑暗，甲我藏起来。叫暗暝甲我插。对你来讲，黑暗无算是暗。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。这声对你来讲，黑暗甲光明拢共款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得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。若算会了，嘛袂通透彻你的奥妙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考验我，知我的意念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助我行永远的道路。即时，咱来恭听上帝的话，伫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几日后，耶稣搁去迦百农，有消息传讲伊伫厝内，就有真侪人聚集我来，煞拢无空位，连门口拢无。耶稣对因伫讲道的时，有4个人跟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伊遐，因为人真济，袂当跟去到耶稣的面前，因就伫伊顶面的厝顶拆一空，互迄个半身不遂的人倒伫床铺坠落去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谈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即时，乌鲁社青团契，伊免献的诗歌是《妈妈有你真好》。
愿一切水的歌声，加做芳芳的者。今仔日要正道的是神学生吕少伦老师，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心动。大家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平安啊！头拄仔迄首歌有妈妈真侪感动无？哪会无声？吼，有无？有嘿，真好。好，今仔日即个经文期待咱信心信心，动是行动，来建立伫咱的生命中间啦。就是期待咱的，今仔日是一个青年主日嘛，就是期待咱的青年，包括我家己嘛共款，这应该嘛是妈妈同大的期待无？是无？是啊，真好。好，今仔日这个经文呢，咱看到耶稣搁一摆入去甲别龙，有人讲伊伫迄个人的厝内，结果就有真侪人组织，连厝内。外口的场埕拢已经甜啊！为虾米耶稣伫甲别龙遐尔出名？咱会使看马可福音的第1章，就是头前早的时阵，咱就会发现耶稣出名的原因。当耶稣头一摆来到甲别龙是伫安息日，伫会堂做礼拜，耶稣伫遐咧讲道，互人真稀奇。阁有，伊到有破病，互贵妇的人的遐，耶稣一个就处理甲妥当。这个代志是无有一个人，无有任何一个人有法度做到的。所以耶稣的名声真紧就传遍加利利周围的地区。当咱发现耶稣阁一摆来到甲别龙的时阵，大家就赶紧哦。楼顶招楼骹，阿伯招阿爸，吼，想要亲目看卖。这时有4个人得到这个消息，因相信耶稣一定会使医治因身躯边这位半生不遂的亲人也是朋友。为着这位半生不遂的亲友，通过了正常的生活，结果因就光床铺，甲人带到耶稣遐，结果因发现门口前已经人都已经甜啊，但是因心内知，只有耶稣通拯救这位朋友。这时因想到一个办法，将厝顶拆一个坑，然后将因的亲友呢随地安尼。溜落去，就到耶稣的面前。耶稣看到这4位的信心，就对这位半生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会罪赦免。”这对看经文的咱来讲，是一个大欢喜的结局。问题是，我后来搁回想这段经文的时阵，我就发现。敢讲这间厝的主人敢袂生气？乡厝顶一个比人搁较大的坑就伫遐，应该嘛有人去边看的人嘛会想讲，哇，伊嘛伤无水准啊吧，伤超过啊吧？只因为要互因的朋友得到医治，就甲人的厝顶安那拆一个大坑，安尼做敢袂伤超过？而且。耶稣竟然无责备因的行为，也阁因为因的信心，就对这个人讲：“你会做赦免啊？”是毋是这个人，阁有这个厝的主人对耶稣有一寡负面，也是互伊一粒星的评价，讲啊，耶稣这个人的形象哦，就是无规矩、无水准的人，有可能无？咱心内想讲，应该有可能。伫旧年我的实习教会伫咧台北，
交通的过程中间，实在是真长，所以我拢会听来历哦。若是咱少年人，就是听 podcast 哦。OK， 有一个节目，伊的题目甲内容，互教会界兴起风波，拢伫谈论一件代志。我为虾米无信基督教？我家己嘛是真好奇。到底是怎样的内容？互我家己听着，也开始思考。的确，即马基督徒的信仰是出了一寡问题。咱家己嘛要承认，正做一位基督徒的咱所做的一寡代志，可能会致到一寡人的信心摇动。主持人自细汉就甲爸爸妈妈做伙来到教会，所以伊对教会一寡界面、一寡规定也有相当的理解，而且伊也算一位真巧的人，所以伫教会服侍，大家也拢看伫个眼内。伊伫节目当中也讲家己是法利赛人的这个结束，就是讲伊非常了解经文，阁非常够运用。接下来问题就来啊！遮尔啊认真对待上帝话语的人，最后哪会无信基督教呢？主持人其中一个问题是，伊发现真侪人根本都无读了圣经一摆。甚至连短短的新约都还未看了，就讲家己相信基督。伫今仔日经文，咱今仔日经文读到第5节尔嘛，刷落来就有讲到文士对耶稣的犹疑甲议论，这就甲主持人的情形足相共的，因拢接受经文。也互大家人看做尊重，阁有肯定。但是因的心内，煞对耶稣所做的代志，阁有伊甲即个半身不遂的人所做的代志，煞产生真侪疑问，真侪问题。重点煞毋是放伫咧耶稣。来赦免这个贪婪的罪，来医治伊的软弱，归荣耀互上帝的代志。咱用什么角度来看？咱用什么焦点、什么角度来看咱这个世界，都有怎样的想法？咱就会决定要做出什么的行为。若是咱是贪婪的亲友，当咱对耶稣有信心的时阵，耶稣一定会医治咱的朋友。最后的结果，就会看到朋友赦免甲医治。甲即阵会友，也因为即件代志稀奇，归荣耀互上帝，敢毋是？但是主持人伊家己的经历，的确也是。咱爱去检讨。当咱经历基督，成做基督徒了后，咱的性命是毋是有换新？有符合圣经的教示无？伫约翰福音的8章31节有讲：恁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正是我的门徒。的确，咱若是无了解圣经，无了解上帝的话，咱时常会做出无符合真理的代志。结果安那？结果就是互人有真侪人软弱，互真侪人滑倒。当即款歪错的行为发生，咱应该安那回应？可能咱的做法是甲即个主持人同款。我无爱信基督教啊，但是咱应该安那？咱应该爱恳求上帝，互咱有忍耐，
阁有智慧，毋是来伫闪避遮个问题。若是这个信仰是真实的，上帝就会赐阮气力去抵抗遮个毋对的。咱毋通袂记哩，咱是啥物教会？长老教会，长老教会啥物意思？就是一个改革的教会，就是不断为着真理要来改革换新的一间教会。这是咱的传统。所以，因为这个过程中间，咱的教会得到建造，得到永壮。伫过去，教会也有一个真好的见证。伫主后250年甲270年的时阵，迄当时是罗马政府伫统治的时阵。罗马政府呢，同出名的文化就是赌神，阁有祭拜君王这个文化。但是基督徒无军队这个文化，为虾米？因为伫10条诫内底，第1诫甲第2诫讲，除了我以外，毋通有别的上帝。第2诫讲，毋通雕刻偶像。所以，这个政府就对这个基督徒，因为因无愿意按国家的宗教声明，阁有这个君王来来祭拜，互因看做是无认同，阁有无效忠这个国家的行为，所以咧来排斥基督徒，到尾受压迫，甚至互人掠去。所以迄当阵的基督徒拢是偷偷眯起来伫聚会，偷偷眯起来去讲道。忽然间呢，迄时因为罗马政府是足爱出去战争的，所以呢，哪会雄有一个病毒来侵略这个国家？虽然咱毋知影迄当阵迄个病是啥物，是为倒位来的？有迄叫历史的学家认为讲这都是因为罗马军队嘛，就是拢去外围伫遐战争，所以因转来的时阵，就将即个传染病甲伊带入来到城内。结果呢，即个传染病因传染的迄个速度真紧，规个国家都陷入伫一个危机的中间。当时，阁有人伫咧记录讲，伫疫情上严重的时阵，罗马城只有这个城，罗马城一天就差不多5000人失去性命。哇！这个瘟疫实在有够毒的，直到规个国家伊的商业的营收赤字，阁有因的粮食也欠缺。政府伊的税收呢，都减少真侪，人民开始食袂饱，规个社会充满惊吓的气氛。若是厝内面的人出现了任何的镜头，就马上甲伊赶出去，连因身躯上亲密的人也是同款。为着要避免其他的人互传染，这种行为淡薄像今仔日的叫做隔离，但这种隔离是无有独立的空间，无有家己的便所，嘛无人甲伊送餐的这个服务，只是互这个病人家己自生自灭，无人敢挖滚因。不过，这时有一群人竟然出现伫咧，出现伫咧街头，伫遐收留遮个病人，互因水，互因食物，互因食，而且照顾因。这群人就是
当时奉受压迫的基督徒，因遵守耶稣的教示，疼厝边亲像家己。伫受压迫的环境，竟然因照耶稣的教导，因愿意照顾遮的病人。咱会想讲，敢讲因拢毋惊互传染着吗？因当然嘛会惊，咱家己嘛惊是无？所以，因伫咧行动的进前，因拢会安那组一组伙来祈祷，恳求耶稣会看顾、甲保守。伫照顾病人的期间，的确是也有真济的基督徒失去性命，因为这个瘟疫的问题。问题是，因有完遵守耶稣的教导，后来得到耶稣的保守，愈来愈少的基督徒互瘟疫传染。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讲是无可能的代志，这根本就是新约出现啊！若是用现在的医学知识来讲，这就是基督徒已经建立家己的迄叫疫苗的系统，免疫系统，知影咱的身躯已经知影安怎对抗这个病毒啊，所以因已经有抵抗力来抵抗这个病毒。当时问题是，当时因也无这个知识，因只有照着耶稣的教导，疼厝边亲像家己，去关怀、去照顾这个病人，也为起初对基督徒的对着的安尼的心态，渐渐产生好感，甚至愈来愈侪人开始相信上帝耶稣才是真，才是真的神，真做基督徒。后来罗马政府也承认基督徒毋是异教。到尾仔咧，伫一个君王叫做君士坦丁君士大丁的这个统治的时阵，伊宣布基督教成做国教。哇，这是真大的一个转变。伫教会成长会使带领遮侪人相信基督，其实无有啥物特别的方法。有学者研究，一间教会通兴起的主要原因，就是迄间教会伊的安那，伊的圣经教导真在。过来就是即间教会的气氛真温暖。其实耶稣真早就已经足明白的甲阮教导即个道理。恁爱真心、真性、真意，疼主你的上帝，这个界是第一，也是上大的。也都是重视上帝的话语、圣经，才会使了解上帝的心意，才会使了解家己所信的是真实的。过来，就是疼厝边亲像家己。咱对上帝有信，对人有疼。咱所做的代志，都毋是敢若只有为着家己尔，也有疼别人的行为。安尼行为会互人想要熟悉咱所信的上帝，然后伊就会经历上帝，产生信心。安尼就有信心，阁有行为，阁有信心，阁有行为。安尼正面理想的循环，上帝国伫天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的安尼景象，感觉会真远吗？愿咱的行为，互咱看到耶稣，愿意来军队来遵守耶稣所教导的新的界面。
你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过来，因为有耶稣的听，来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咱做伙来念这个新的界名。来开始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写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名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要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咱是迄位半生不遂的迄4位前亲友无？当咱看到有人信心跋倒、信心软弱、失败、爬袂起来时阵，咱敢愿意排除所有的困难，将这位朋友来带来到耶稣的面前无？互耶稣来医治，来帮助伊。期待透过今仔日这段经文，真做咱的提醒，真做咱的提醒，为着其他的人有机会拄着耶稣，连迄个厝尾顶互拆开的人，也愿意互拆开，因为这个行为会使互人看到耶稣，耶稣伫咱的中间赦免医治。这也是咱真实的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。接续信心配合行动，建立起咱对上帝的信心。信心甲行动，互咱对上帝真心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上帝主耶稣基督，咱感谢阮感谢你，你互阮看到咱的世间有真侪人因为你的信心来听厝边，因为你的信心有愈来愈侪的人因为咱的行动来认捌你，来知影你是真实的。你因为恁先听阮，阮今仔日是青年的主日，咱也为青年来祈祷，期待因的信心得到建立，希望因的行为为着对上帝的信心来行出来。因接续2礼拜后有一个真大的考试。恳求主来保守，来互因心稳定，互因的头脑清楚，知影这条路是上帝你的旨意。用你的信心，咱行出真好的行为。咱知，咱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，咱也爱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咱祈祷，阮祈祷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。圣诗第485首，圣诗第485首，主暂阮互相接纳，主暂阮互相接纳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早晚互相接纳，亲像你接纳我，
甲阮做兄弟姊妹，建立三条模范，恳求你点阮中间，掌阮信心坚定，愿拢受完全接力是迄听通人生。拄求你甲阮一生常生活中间，追求伫人生路途信心毋忘帮赞，主张阮关心别人，无分本国外邦，无论伫啥款情境，拢伫扶持听他。求主这人改变阮感动，坚定心志，大地伫实现中间，用声是心里，尊听你这人无反应到心的幸福，最多领受你赦免，享受伊的快乐。今年有最人较无得到安慰，期待受尊重接纳，得到美貌公义，用心的眼光防范凡事，坚持真心，求主诚心来关心，头保阮的合意。请咱由愿徛着，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国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时咱来奉献，请邓依云、薛千信书献。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，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的意义的人，通毋免奉献。请起立。Come on,
在今天一天早晨可以领受到神学生所带领给我们的讯息，然后也看到我们在新年能够为主所用，为主发光，然后时时刻刻的想到主你所带领我们，将我们的金钱献上，作为教会使用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即时，咱同心来读本周的金句。伫马可福音第2章第5节，咱做伙来读2摆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马可福音第2章第5节。这是咱来迎新报告。请问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吗？好，没有的话，那我们直接来看报告。第1点，本主日为青年事工纪念主日，感谢神学生吕少伦老师讲道。礼拜中特别安排由本会社青、学青、青少年团契参与各样服事，敬请为青年事工关心、代祷及奉献。那接下来第2点跟第3点为小会及长执会的决议事项，请大家自行过目。第4点，申报所得税所需之奉献证明已放入11奉献袋内，请兄姐自行取回。第5点，7号到21号，李牧师参加土耳其圣经特会，牧师不在期间，若有紧急事务，请联络代议长老。第6点，下主日母亲节为和堂礼拜，邀请金兵协会广福牧师前来证道，并关心缅甸宣教事工。第7点，本会招聘干事，相关工作内容及薪资福利等细节，请看公布栏。肢体消息，第1点，请大家自行过目。第2点，20号礼拜六10点到12点，于罗东教会新中教育部举办21世纪领袖的特质研讨会，欢迎长职同工参加。第3点，27日礼拜六于暨南教会新中教育部举办主日学亲师培训，主题为“好好生气，好好说，亲子教养”。第4点，6月19日礼拜一，新中松年部举办夏季灵修1日旅游，龟山岛生态宜兰风情1日游。那本会的松年团契契友会另外再补助500元，所以总费用就是1400元。有包含中餐跟晚餐，请有意参加者向会长陈立淑报名。第5点跟第6点也请大家自行过目。代祷事项，请看本会每周的代祷函，并附上祷告代价。注意事项，请大家自行过目。下周的聚会内容及服事的同工，请自己注意并预备心。会计报告也请大家自行过目。如果有错误的，请向财务同工来做更正。这时，请咱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今天是青年事工纪念主日，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青年与父母有合宜的关系，专心在课业知识的追求，并培养良好的属灵品格，让每位青年都成为属神的精兵，为主做光做盐。我们在这里为着世界的和平来祷告，在我们每天平安出门的时候，
在世界的另一边，却还有许多人正在承受着战争所带来的生命威胁。求主彰显你的大能，让这些战争能够早日停止。我们也把台湾的缺水问题交在上主的手中。在台湾有许多地方，每年都会因为缺水问题，而会有一段时间没有水可用的情形，造成生活上的极大不便。也让我们知道，生活中的自然而然，其实是上帝无比丰富的恩典。我们也为了教会建堂的施工以及社区关怀向你祷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赐给我们智慧的心，也感动更多的兄姐一起来参与这些事工，让我们在参与的过程中可以更加明白你的恩典。也求主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，特别是教会中的长辈以及小孩，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免疫力。我们也要求上主亲自医治身体不适的会友，减轻他们的苦楚，赐给他们十分平安。我们如此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咱做伙来吟上型的诗，圣诗第527首，圣诗第527首。咱拢诚做一个人，咱拢诚做一个人，请起立，金泉首。金丝线，请帮长老来祝祷。咱拢吃过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。咱拢吃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吃做上帝子民。因为耶稣吃做生，因为耶稣的革命。因为耶稣人有国我的人生，欢喜享受主我名，欢喜给咱的主听。因为耶稣丰富三业主所定，咱拢诚做一家人。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诚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当敬拜，因为耶稣的主爱，因为耶稣比出人来三款待，有时欢喜担人心，有时痛苦通相比，因为耶稣三甲甘人三甲比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予恁一直诚实。愿各愿恁的心、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招恁的是信心，伊会诚做伊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信心的相通，甲你众人之地，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。阿门。